面八方有缘有情容，讲世事变化无常，爱保持善良。谁是正港英雄？谁又只是观众？我有我的态度，我为我骄傲。我的灵魂，我的身躯，奔跑为自由。一半野蛮，一半温柔，屈强马友。若有本事，啥物对手，拢是对手。永远坚持叫咱天生的勇士。失败算啥？为着胜利不惊输。Hello， 大家好，我是翟伟忠。那讲到这个写歌创作吼，是为我差不多高中的时阵开始的，因为迄当阵，伫咧学校有这个歌唱比赛，有这个创作组。到即马为止呢，其实我个人嘛已经发行8张的专辑，写的歌曲呢嘛差不多有50条左右啊。伫咧这个2023年的年底哦，我有一条歌曲《必顺》。红了后，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去听我其他的作品，因为有真侪歌曲我拢是真用心咧写，嘛真用心咧唱。失去了幸福，爱你爱到这烦恼，找无一听的解药。对伟忠的印象就是伊真热血，啊伊嘛对音乐有伊的要求。甲有伊的品味，啊伊嘛是真喜好分明的一个歌手啦。伊的唱歌的技巧，我听起来是就是较丰沛，吼，会真大起大落这种的，吼啊。但是甲伊开始慢慢相处了，才发现讲，其实伊是一个心思真细腻的人啦。首先哦，就是嘛是恭喜你这个必顺，吼，终于这个。爆红啊！吼，算作是体会到这个第一届这种歌迷拢会大合唱的这种经验吼。啊，希望你继续加油，啊，咱嘛继续合作愉快。谢谢伟忠。一片无边海洋，咱抓着理想无想，随海涌沉浮，你我青春已经旧，因的故事被人唱作歌词，你的故事敢是你毋茫模样？时间的路，将咱送往后一个方向。时间的路，一撮袂当可看的流浪。行过少年的懵懂，看过现实的种种，未来的未来会如何？一步行一步过一步，面对将来的迷茫，无时间慢慢思考，最后结局是倒一种？一步看一步过一步。将咱送往后一个方向。时间的路，一撮袂当可看的流浪。行过少年的懵懂，看过。
是倒一种，一幕看一幕过一幕。过少年的懵懂，看过现实的种种，未来会如何？一步行一步过一步，面对将来的迷茫，无时间慢慢思考，最后结局是倒一种，一步看一步过一步。一片茫茫海洋，咱抓着理想无想，无人通解救世上悲伤的故事。人生无常，有啥物搁爱保重？好起好终，就随着时间。拍拼用心，一路一直伫台语歌坛发挥，行到即马，大家已经叫会出伊的大名。詹伟忠，作词作曲家，也是编歌手，咱来欢迎伟忠。大家好，我是张伟忠。伟忠较罕得人叫，即马外口普遍社会，大家原来会用华语讲叫你伟忠。伟忠对。啊，你搁因为安尼写一条歌？对，因为安尼写一条歌，叫做伟忠。这是屏东高雄的腔口啦。那北部就华语影响就讲化妆。对，化妆对。但是你的词嘛写得较好。就是为细汉时阵，人来讲啊，伟忠咧伟忠，安尼，所以我就有一个概念讲，写一条歌曲，无就来写一条伟忠安尼。我是想着讲啦，有一寡人吼，尤其是查某囡仔，因爱着别人，啊，因为伊着想要讲，互对方较介意伊，爱着家己伪装，家己学伪装，可能平时嘛无咧伪装啦，但是为着心所爱的人吼，伫遐着还是咧学伪装。但是一段感情结束了后，伊可能嘛是继续维持这个习惯，所以伊伪装可能是要互家己更较坚强。面对后一段感情，先爱家己，家己会当过了欢喜，才有法度来面对后一段感情。你的制作人三苗老师来讲你安尼心肝足幼的，无一定讲普遍查甫囡仔有法度观察甲遮尔啊幼咯。家己无遐侪故事嘛，无可能讲逐条歌一定拢有家己的故事，但是咱看电影、看戏剧、看册，其实会当为当中有一寡灵感。来写，无就是讲看新闻，因为其实我真爱写一寡社会议题，安尼，因为我感觉这才是较大人心的一寡创作，安尼，就毋是讲听写一寡爱情的歌曲，因为爱情的歌曲百款，所以我就想讲，写一寡无同角度的歌曲，会当互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台语歌，因为。就一人对台语歌的印象拢是感觉讲就是你讲情讲爱，所以我就想讲用无共款的议题，会当来放伫咱这台语歌曲内底，嘛是有较侪无共款的变化啦呢。啊是讲你看新闻吼，有当着个甲人冤家呢。对，哎呦，这对，小可淡薄仔较爱发表家己的意见，但是这就有当阵无法度啦，因为。咱即马算是公众人物嘛，所以讲真正讲话有当阵嘛是伫咧网络顶悬，尤其网络顶悬，其实讲话嘛是真正爱较迄个有淡薄杂啦，有当阵就真正挡袂牢吼，就想要发表家己意见，但是我感觉坚持家己的立场，这是真重要的，莫讲一下安尼，迄就较无好啊。坚持家己的看法、想法，用家己的方式去甲别人讲，为什么我会安尼认为？我毋是讲就因为无介意就无介意，但是我一定爱讲出一个无介意的理由去说服别人安尼。我听你咧写歌词，
真济吼，拢是老辈才会用的词。有较早的台语歌，有去唱到遐个较有路的词。啊，对台语歌是咱有即个特别的感情。我南部囡仔嘛，所以迄当阵开始学唱歌的时阵，老师拢是为台语歌曲开始教。啊，因为台语歌曲讲实在，伫咧活场咧比赛嘛是较有优势啦。因为当阮世甲一寡妹妹角角的技巧，较有法度摕分安尼。所以咱细汉的时阵，遮侪学唱歌的咱的遮的朋友，拢是为台语歌开始学。啊，而且我住高雄，我是甲阮外公外婆阿公阿妈做伙住，啊因敢若会晓讲台语嘛，敢若会晓听台语歌，所以迄当阵我要去参加即个明日之星迄个比赛时阵，因为有分国语组甲台语组，啊因为迄当阵我大学嘛，所以身躯边的朋友拢是唱国语歌较济啊，啊迄当阵我想要比国语的，结果阮妈妈就甲我讲啊，迄个因迄个电视台啊，较定咧讲台语啊，啊你细汉学台语歌，无你着去比台语歌，应该较有优势安尼。我就想讲，好啦，嘛是袂歹。啊，而且因为阿公阿嬷因对我嘛拢足支持，为自细汉拢足支持，所以我就想讲来唱即个阿公阿嬷因听有的即个歌曲安尼。因为迄当阵学生嘛，所以会感觉讲唱台语歌较爽。身躯边的人加加减减的讲，会安尼讲的，对，所以。淡薄有迄个无想要唱的迄个感觉，啊，但是后来唱咧嘛，唱出一寡兴趣，啊嘛希望讲未来若比赛比有一个结果，也有机会做歌手，会当家己写歌，嘛希望讲会当写一寡互少年人会当介意听的歌，因为莫互因去感觉讲啊，台语歌就是敢若长辈咧听的安尼感觉安尼。安尼一路行过来，我相信讲。原来加加减减，冷言冷语，咱听袂少。是啊，因为那算开始学唱歌嘛，7岁到即嘛差不多30档啊。啊，毋过过程当中当然嘛有一寡起起落落啦。因为迄当阵细汉时阵比赛，摕奖是算济，但是就是拢无迄个机会。真正就感谢你的课上。互我机会会当参加比赛啊，比较后来嘛有即顺利的做歌手安尼。即马是因为有必顺迄条歌曲，所以互我的知名度较悬淡薄啊。但是伫中有几档的时阵，其实身躯边的朋友有当阵拢袂记起我即马搁咧做歌手啊。因就问讲啊，你即马敢搁有咧唱歌？就是虽然逐档拢有作品，啊，毋过。人无歹意啦，不过咱家己吼，讲话爱搁较有信心。对啊，我旧年才发专辑啊，爱讲互家己听咧。是，网络顶悬个你毋免讲啦，有足侪人讲啊，这个人是谁？我就感觉讲，家己的作品，家己咧逐年拢有咧出，咱得要维持这个品质啊。像即马必顺红啊，可能别人会倒去听我真正的作品，所以我就想讲，毋管有红无红，其实我。家己的作品，家己写的歌，我拢希望会当维持自己个水准顶悬安尼。因为咱即马公司互咱遮侪空间、遮侪资源，啊，找遮好的老师来帮咱咧制作唱片。其实我拢希望讲会当发挥到咱家己会当做，目前会当做到的上好的即个水准安尼。支持你安尼一直坚持行落去，你感觉是倒一项代志，倒一个人，还是倒一个原因？讲我一定唔放弃。其实有一部分是个性啦，嘿啊，一部分是个性。啊，毋过上主要当然嘛是因为厝内底人真正为细汉的时阵，因为比赛这件代志真正是就磨的，因为磨时间、磨体力嘛、磨钱，嘿啊，所以为自细汉其实厝内底人就算是开诚侪即个时间也好啊、钱也好啊，伫我身躯，所以一部分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感觉讲一定爱拼出一个名声嘛。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的个性较无唔服输啦，系啊，就感觉讲一定会，总会有一天一定会做会到安尼。所以我嘛是安尼的，家己安尼唱，啊唱到即马，有淡薄仔成绩啊，就感觉讲啊，真正是这几年来这个拍拼是无枉费安尼。
一个轮回，真心剩啥货？你看日出，你鸟我咧提，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上多。免心这解说，予人心沉地。岁月再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咱美相撮，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乱，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在地，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心顶地，岁月再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咱美相撮，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乱，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在地，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孤单流乱，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在地，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为怎样讲一兵面行无情一兵面，搁有迄个时间，搁有迄个用心，要来写歌。高中的时阵啊，因为学校有办这个歌唱比赛，啊，因就有个人组、有团体组，嘛有一个创作组。啊，迄当阵就想讲，另外2组拢报名，第3组我嘛来报名看卖。但是迄当阵无啥物经验嘛，无写歌的经验，我就招咱同班的朋友，啊，伊就做曲，啊，我来写词。啊，迄当阵拢唱国语歌啦，所以高中开始的时阵，就为写词开始，啊，写到。大学的时阵嘛，拄啊好学校的比赛嘛是有迄个创作组，我嘛去报名。结果我记得真清楚啊，迄当阵我写一条歌，歌名华语的，国语叫《风吹》，就是风筝。啊，迄当阵我写了后去比赛，结果初赛比了，迄个评审老师甲我讲，
伊感觉这条歌写了就好，伊讲伊互我足悬的分数啦，应该无到100，但是伊讲伊就足介意安尼，规迄个歌的迄个歌词也好，迄个 melody 嘛好，就写了因讲感觉足介意安尼，所以迄当阵我就感觉讲建立一个信心，就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所以后来比赛比了后嘛签约要出唱片嘛，所以迄当阵公司嘛甲我鼓励讲，你要家己写歌看卖无？所以迄当阵我就用一个真特别的灵感写一条歌，叫做《钓头菜》，嘛是我出道的作品安尼。啊，《钓头菜》迄个歌名其实又是真好耍啊，因为迄当阵我咧帮咱公司迄个郭庭云，伊咧搬厝，我就徛后倒摆帮伊搬厝，啊，佮徛看到一个迄个彩券行，啊，就看人咧排队咧买大乐透，我就想讲，大家拢想要钓头菜安尼吼，我就想讲，钓头菜这个代志，那甲伊，譬如讲这个爱情的批吼，拄着一个心爱的人，迄个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吼，安尼嘛应该比钓头菜更欢喜，所以迄当阵就用这个灵感写的钓头菜这首歌曲，就是嘛算是有真证明的意义安尼，所以为迄当阵开始就想要教伊写歌，嘛算是有去实现讲迄当阵讲若是会当做歌手，会当写歌，写一寡少年人爱教伊听的歌安尼。你安尼用心计较粒，我相信吼，甲一般咧写华语的词，你加下足侪心情对无？因为吼写台语歌，我后来有发现讲有真侪美感，因为华语较无咱咧讲的台语有一种倒音啊、倒音啊，因为写台语歌的歌词吼，你爱因为台语有7音8韵，所以你咧写的时阵吼，你若迄个melody甲歌词配合咧无好吼，迄听着会变别种意思，迄个真奇怪。我举一个例啊，就是讲，我迄当阵有写一条歌叫做《丰收》，啊，内底原本有一句歌词，我是讲，只要手牵手，咱就是朋友，安尼真合理嘛，咱就手牵手，咱跳舞就是好朋友。但是迄个旋律唱起来就变，只要手牵手，咱就是朋友。安尼，迄意思就规无共款。所以迄当阵我知影即件代志了后，我就甲当初是迄个制作人，咱就讨论讲。同款的意思，咱就来换一下歌词，爱改变一下，所以后来才会变成讲，只要手牵手，就是好朋友。吼，安尼就改过了。真无彩，嘿，真无彩甲改过。啊，无即条歌吼，就会当共酒唱的歌。只要手牵手，咱就是朋友。无用咧别所在呢，所以讲。就为迄当阵开始，就想，才感觉讲，发觉讲，其实写台语歌有真侪无共款的美感，所以，写歌词也好，找灵感嘛好，我感觉讲，其实写台语歌的过程吼，拢是一种考验，而且即马过了遮侪冬，出遮侪张唱片，合作真侪即个老师。有位老师写歌真正写足紧，我真正就佩服的安尼，所以感觉家己嘛是搁爱努力，搁爱拍拼安尼。较早老爸咧唱《青摇阿嫂》，咧讲有命好歹免计较，若有认真会出头。是。咱顶演呢，咱的时代咧唱爱拼才赢，咧唱3分天注定，7分靠拍拼。即马阮要唱伟中的歌，要唱时间的浪，要唱讲总是有一天，要唱讲咱是善良的人。虽然咱做无共款的梦，毋过吼，总是天光了后是新的一天。我感觉你对这个鼓励志气的歌吼，现代歌坛的少年辈，你上该讲究。我咧写的时阵，颠倒是咧鼓励我家己，因为有真侪迄个灵感，真正就是为我家己的生活来。因为像我伫咧毋通迄张专辑内底嘛有写一条歌，叫做《你伫倒位》。我会记得迄个灵感是有一届我坐伫迄个食早餐的时阵啦，就看到有一寡迄个咱算是街友啦，就是伫咧路边安尼，我就写一句歌词，叫做坐伫路边看到繁华来来去去，就是看迄车安尼来来去去安尼，毋知影因心内其实咧想啥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毋管
咱即马人伫倒位？你是伫咧学校做学生，还是伫咧公司做即个业务无共款的即个身份，还是讲你无共款的关度是社会倒一个即个阶段的人？其实大家人拢有家己家己想要做的梦，想要去完成的代志啊。毋管是你伫倒位你讲阁有当初是迄个坚持的迄个梦想安尼。咱毋是天公仔囝，毋是头一块唱片的大风洞。咱的歌词会安尼一再问家己，你伫倒位？时间的路，有你的梦伫倒位？讲未来是毋是光明的，咱毋知。毋过即个过程中，我相信有真侪少年人，就我所在吼，即马嘛会开始用你遮的歌。落做主题曲，落做活动代表的歌，表示讲面对茫茫渺渺的时，也是伪中，我都唱到阮的心肝窟啊呢。是，感谢啦，因为这嘛算是就难得机会啦，所以虽然唔知影讲尾后这代志有成嘛，但是过去嘛有人来问讲，像总会有一天迄条歌曲，因为感觉讲这首歌曲真鼓励着因啊，伊嘛希望讲，因为因的迄个可能团体算是一种。希望会当互少年人会当更加参加咱的社会议题啊，各种的团体即个活动，所以因当初是有来问讲，希望这条歌曲会当互因来做这个主题曲宣传的时阵来用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除了必顺了后，歌曲了后会当有足侪家己的其他写的歌曲啊，互人听着，互人熟悉着张伟忠这个人，我就感觉讲。其实这几冬来的这个辛苦甲拍拼嘛是有，算是有一寡成绩安尼啦。咱一冬前、两冬前，阁无底甲讲，代志的变化。我真正这我家己嘛真意外啦。其实但是人就讲啦，这个机缘就是安尼，因为什么时阵机会会来，你嘛毋知影，所以就像我谈多讲的，就是我只要。做的代志就是做好我每一条歌、每一张专辑啊，互我的表演、互我的即个表现会当互大家看到。因为即马网络嘛拢发展了真好嘛，所以大家想要听、想要看，去找其实就拢找有。所以把握每一摆的机会，我是感觉讲这是即马上重要的代志。告诉我嘴里去抗辩，伊也讲不定，到底什么才是真？告诉我的人讲我无能相信，告诉我的人哪会愈讲愈煞嘴，最后是变甲不再分明，爸母你甲我真相早就无人怪伊。Sorry, sorry, sorry, sorry， 我只有一支嘴。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假也无看见。无爱的代志，无爱的代志，无爱的代志，无爱的。一个嘴，免负一忍的嘴，爱讲什么拢犹在你。过去的情义，一个人扛一边，变轻的故事，个人全面过去。已经几落暝，困不去，讲故事的嘴里去抗辩，伊也讲不停，一直讲不停，到底什么才是真？告诉我的人讲我无能相信，讲告诉我的人哪会愈讲愈煞嘴，最后是变甲不再分明，爸母你甲我真相早就无人怪伊。像是白，黑白讲的黑白的心，像是假，像是真，拜托看我清楚明，一人一支嘴，若是为了家己，为了 money， 时间出代志也敢有安慰，敢有 sorry， 总算人安心和平，只是百姓性命，死到临头，所有关系变成没有关系，黑心、死心、惊心、气心，根本无人怪伊，手在信心，我他们到底并没有管你去死。Sorry, sorry, sorry, sorry， 我只有一支嘴。
你还佫有一条足得意的作品，叫做《出境》。对，出境听起来，袂输敢若讲飞行机要要飞出去别国，是，但是事实颠倒毋是，是咧写台湾人加加减减有崎岖迄种话题。因为迄当阵吼，迄当阵其实是因为我先听到一首歌曲是咱即个阿妹张惠妹伊有一条歌叫做《身后》嘛。啊，迄当阵伊的即个角度就是讲，伊要甲即个往生的人讲话，啊，甲讲，你若要走啊，要行，你着莫去回头，啊，爱会记咱遮的人安怎安怎。所以迄当阵迄当阵拄好是我姨丈过身，啊，过身了后我着。想即个灵感，过身的人敢会想讲要甲在世的人，佮讲啥物话？因为有的人像我迄当阵看到一寡新闻的议题嘛是安尼啊，就是社会新闻啊，可能有一寡有一寡人想着出车祸，大学生哦去打工啊，结果出去啊就无转来，所以我就感觉讲有真侪代志真正是无常啦，因为无常即摆已经变成是咱的日常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因遮的人可能有时阵想要讲的话，结果伊嘛无机会搁讲，所以我就换一个角度是往生的人，伊甲在世的人，搁有啥物话想要讲安尼。对，迄当阵就用这个心境落去写一条歌，就是敢若我即摆要坐飞行机出国，啊，但是这个出国呢是为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安尼，就用这种心情写这首歌曲。你亲摕到黄老师写的这条笔顺，第一时间是你听完 demo 词曲了解了，你心内是产生什么感觉？我头一个想法是好听，但是一定就歹唱。因为阮即摆吼嘛出几个张唱片啊，其实咱咧听 demo 咧经歌的时阵，其实头一个想法是这条歌我敢唱会起来。啊，过来就要想的就是讲这条歌，因为 demo 嘛 ，demo 可能是较简单的编曲，这条歌若真正收入来，咱会当互伊变甲安怎的这无共款的感觉呢？所以，伫咧迄当阵收到这首歌曲的时阵。我是真介意，但是我真正一开始无把握讲会当唱了偌好，因为伫迄张专辑总会有一天进前，其实我的主打歌曲拢是用较紧节奏的歌来去唱。勇士，嘿，勇士啊，无是像迄个你讲迄种的，唔通迄种拢是紧歌，因为公司感觉讲我唱紧歌较有无共款的味啦。啊，迄个慢歌抒情的歌曲吼。像咱公司佫有郭宗佑啊，其他的人配景、彭震，其实因拢唱得真好，所以若要甲别人较无共款，我哋唱这种歌曲较适合安尼。啊，迄当阵必顺迄条歌曲嘛，真特别。我咧录音的时阵，其实录了，我头一摆吼听迄个还未收过的迄个音档的时阵，我就真介意我家己伫这条歌的表现，就感觉讲，其实我唱慢歌嘛是敢若袂歹安尼哦，所以迄当阵这条歌唱了啊，录了，在公司咧选主打歌的时阵，大家人拢是一致推荐哦，拢是讲这条歌会当做主打歌曲。啊，毋过迄当阵哦，有差一点仔必顺这条歌曲要做专辑的名，但是我就讲。专辑名叫做必顺，敢若怪怪啊！你家己加想的啦。你较早嘛是有做唔通啊？是，但是因为迄是有一个想要讲吼，因为迄当阵唔通这个词是真流行，但是人拢会拍做母汤。啊，迄当阵出唔通这条歌曲时阵，我其实嘛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写台语歌词拢是用正字，所以迄当阵嘛是有一个想法，讲用唔通来做。专辑名会当互大家讲哦，其实唔通用台语应该是安尼写。原来这么定真。对啊，迄当阵必顺嘛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就感觉讲必顺你做专辑的名吼，敢若唔知影讲这张专辑是咧表达啥物，所以迄当阵才会讲因为总会有一天这条歌曲，第一嘛是我写的，啊第二嘛是一个鼓励这个性质的歌曲，所以。嘛，甲我过去的这个风格嘛有较像，所以专辑才会叫总会有一天。但是头一首的主打歌曲是必顺安尼。
自细汉开始学台语歌啦，但是细汉学的时阵的方式当然就是老师教咱唱啥，咱就唱啥。但是即马做歌手，其实较困难的是，阮的歌曲拢无人唱互咱听，咱就爱家己用家己的方式来去表达这首歌曲，爱互人知影讲，这首歌曲伊的情绪是安怎。这是我感觉讲做歌手以来其实较困难的代志。即马因为必须较红嘛，我伫外口咧唱，其实阮朋友嘛会甲我讲，现场敢若比 CD 搁较好听。我讲吼，迄是因为讲咱现场有即个肢体帮助，即个情绪敢若会较满安尼。伫咧迄个唱片内底，可能听起来，嘿啦，迄是我搁爱改进的所在。毋过我就是讲，因为现场咧演唱，较有即个感染的即个迄个感觉安尼，所以即马咧嘛是虽然讲出遮侪张唱片，但是嘛有真侪代志嘛是搁爱练习，搁爱学习的。咱知影讲你伫公司角色真多变化，若单纯干那作词作曲，咧替遮个三兄弟、三小妹写歌的时阵，有啥物款无共款的考虑？像讲你要甲家珍今日来做伙，一人一支嘴，这嘛足特别的歌。你有啥物款讲为别人写歌的考虑？像家丁这首歌曲，是因为伊当初是有甲我讲伊的概念，一人一支嘴的意思就是讲，就亲像遐个网络顶管的人哦，一人一支嘴哦，大家拢讲诶，互一支嘴互你黑白讲的嘛有啦，讲你无好的嘛有啦，遮个人吼，你若安尼话拢一直听入去，对你家己来讲，其实嘛是一种对家己无好的一寡代志，所以伊当初是甲我讲即个。伊想要写这条歌的这个概念了，我就想讲，安尼，我可能嘛有一寡灵感，就帮伊写一寡词安尼。所以，迄当阵伊来邀请我的时阵，我嘛真欢喜，因为我感觉讲会当，替别人写歌其实是一种无共款的挑战。像过去除了家丁，我嘛有替这个庭云来写歌，伊迄当阵甲我讲的，就是讲，伊想要一寡。有淡薄演歌味的歌曲，伊个真介意迄个詹雅文老师，所以迄当阵我替伊写一条歌，或者嘛是算有淡薄介意讲生笑，因为咱感情，咱的即个感情交情介好，我哋家写一条歌曲歌名，或者爱我有偌重，就是因为伊迄当阵较碰皮啦，较大口淡薄，所以我嘛家己讲一个生笑，我就讲无，我就家己写一条。爱我有偌重迄当阵迄条歌曲伊的主歌，我就放真侪条迄个亚文老师的歌曲歌名来去写歌词安尼，所以迄当阵为着伊嘛是有一寡即个想法概念来去写即条歌。那文词的话，就是因为较活泼嘛，所以写伊的歌曲，你就是爱有一寡较无共款的歌词配合着伊的个性甲歌曲来写的，所以。写歌互别人，其实对我即马家己来讲嘛，是一种无共款的考验甲体验安尼。赶紧找一个假假的，我的人生就会圆满。若是你唔结婚，我心愿假。赶紧趁钱，唔通浪费时间，我拢甲你计划好势。若是你唔听话，我的面子就写落地。你的愿望像海，遐尼啊深。我亲像无时的鱼仔，想袂过一个所在。你的期待像山，遐尼啊远，我亲像无心的鸟仔。是伤害，讲莫真正，莫记得讲，拢是为我好，为我看着放我自在。
人生就会圆满。若是恁结婚，我心愿客。赶紧赚钱，但有时间我拢去你计划好势。若是你听话，我会付出有啥问题？你的愿望像海，遐尔啊深，我亲像无实的鱼也想袂过。就算遐尔啊悬，我亲像无心的鸟啊，飞袂过。迄是你的期待，不是我的认真。咱互相相爱，讲话真正，莫直讲拢是。我存在，迄是你的期待，不是我的认真。做你的囡仔，不是我的安排，莫直讲。早若知就莫这呢真正莫直讲，拢是为我好，为我好就放我存在。迄是你的期待，不是我的认真。做你的囡仔，不是我的安排，莫直讲。早若知，我就搁较今仔环境，同款是作词作曲家蔡嘉真，嘉真环境。国珍哥好，伟忠好，大家好，我是嘉真。嘉真即马唱台语歌，嘿啊甲伟忠同款，嗯真拍拼。啊，即马即个时阵唱台语歌，讲起来嘛真辛苦呢。我其实第一张唱片我是出枸杞，国语的，啊，我其实讲是袂晓讲台语的，啊嘛袂晓唱台语歌。我比赛，我伫明日之星比赛，甲台湾那么网比赛，我嘛讲是参加国语组的，然后我是第一张唱片哦，然后公司对我最后的一个是砸了做侪钱的哦，啊请很多金牌的评审团，啊来给我出第一张专辑，啊个出完之后宣传完之后，啊嘛感觉好像就是安尼。对，然后，然后有一天呢，老板就是把我带到办公室里面，一个甲我很诚恳的甲我讲，嘉真，咱今年嘛阁爱出一张专辑，我就讲，哦，我知啊，我知，我会写歌呢，啊，伊就甲我讲，毋过咱今年呢要出一张台语专辑，啊，我吓到我整个下巴掉下来，我想讲。老板，你敢有甲我讲生球？我袂晓唱台语歌，我嘛袂晓讲台语，你要甲我出台语专辑，而且是马上就要进录音室了，我就吓到，我想说有没有跟我搞笑？啊，毋过我就感觉老板应该是有看到我心胸有啥物未来嘛。台语歌的特质。对，然后我就好，安尼我就来写看卖，我来唱看卖，真正是失眠哦。进录音室的时候真的是失眠加便秘哎，这节目可以这样讲吗？就是那压力真正足大哎，啊我个安尼一字一字安尼慢慢啊学，啊讲甲安尼拼音写上去，密密麻麻的。啊，不过我真正是感谢公司对我的用心嘛，啊我会感觉
第一张专辑叫做《若是你想要了解我》，就入围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我感觉这一份鼓励鼓励，甲我讲我要好好的唱台语歌，哎呀好好啊写台语歌，因为台语伊真正台语的文化真正足水的。然后我嘛感觉，伫台语咧写歌词的时阵，一句话的那个意境，有时候华语是写不出来的。我就觉得啊，好棒哦，就是希望这种文化会当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因为伊唔敢甲头家反对，嘿对，所以就安尼用歌写歌共表示，迄是你的期待，毋是我的人生。其实我感觉伊真趣味，就是讲，因为伊团队讲的头一张出国语专辑，后来第二张开始就出台语的嘛。其实我感觉头家用心伊的想法啦，可能想讲，其实台语歌，迄当阵无伊即种的即个表现的方式，对吼，系啊，所以伊迄阵讲我听无，我唔知伊在讲啥。对，但是我感觉头家嘛是真正。算是高的所在就是安尼啦，就是伊会看得到咱身躯的一寡特质，会当讲互咱有搁较侪发挥的空间安尼。规中就定咧甲人冤家嘛吼，你感觉吼，原来加减感觉讲，甲金曲奖的评审冤家一下，我逐题都遮认真做。我感觉吼，因为虽然是入围一届尔，但是因为当我嘛拢。注意讲看有啥物人发片、发唱片安尼。其实，我甲你讲，迄个台语吼，尤其是南歌唱，足竞争、足恐怖。大家拢是出唱片的人，拢是这种制作人顶级的，像陈建伟老师啊、萧煌奇老师因咧出歌吼，迄种真正神一般的存在啦。咱拢是讲男神安尼。其实我感觉入围啦，会当入围就是一种肯定啦。所以讲。逐当就像咱即马讲的，做好家己的每一张的专辑，唱家己想要唱的歌，安尼确实是较重要。因为咱出唱片毋是讲为着要得奖啦，系啊，所以讲你爱透过你的歌曲，咱嘛会写歌，透过你的歌曲去表达讲，你即马所想要讲的话，想要表达的代志是啥物，这确实上重要的。我唱歌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唱啊。我对幼稚园，我去那卡西红包场唱歌趁钱，直唱到大汉，我即摆已经30岁啊。我就感觉，本来唱国语转到台语这边，那台语第一张入围之后，其实不管是公司啊，还是家人啊、朋友啊、粉丝啊，其实对我讲有足侪期待，我压力就足大的。然后刚刚伟忠伊讲了真好，就是咱做音乐，咱创作，每当为着要得奖，迄个是会失去对音乐的热忱。所以我在写歌这当中，我一直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是要传递什么，传递什么，歌曲的概念，想要对这个世界说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家己写歌，可有师兄弟安尼伫咧甲你拖。甲今嘛，你来节目中甲阮唱这的歌，迄是你的期待，毋是我的人生。想要传递什么？想要真的好人看到蔡家珍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爱诚实的面对心里那个声音诶。我感觉，其实我细汉的时阵，阮兜是蛮善食的，做善食我就是。像大多讲，我去红包场啊，那开始唱歌慢慢安尼趁钱。阮妈妈对我做侪期待。伊虽然阮兜做三食，毋过妈妈就是伊是卖饮料的，伊是5块10块安尼请，慢慢请，互我去补习。伊是想要培养我，让我成为一个他。想要迄种型安尼样，伊想要迄种栽培我安尼，毋过我细汉的时阵，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好像他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这样。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在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一个思想在，那
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啊，咱早囝嘛是第一次当。做人的照片。对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磨合，啊，不过一切恭喜为着爱。咱吼写互老母听的共款，写互咱家己心肝来听的共款。直直来讲，一定讲有法度感动家己，就法度感动别人。啊，为中就是安尼啊。啊，恁两个拢遮够写歌，啊，有当着搁会合唱，有当着公司搁定定合作，啊，敢会有当着原来冤家啊？没呢。我无问题啦，我甲伊感情嘛算袂歹。哦，你甲几落个人感情袂歹呢？我人好，我人好。我这个人是安尼，就是别人对我安怎，我就真正是拢对伊安怎。你若对我好，我真正就是嘛，无可能无讲到加倍，但是你若对我好，我嘛是一定拢会对你好。我有情有义啦，应该安尼讲，系啊，所以。我甲公司的人其实大家嘛拢好来好去啊。家庭因为虽然伊较我礼拜，我甲伊比赛时阵我嘛无参与到，因为伊当阵比赛时阵，我已经毕业啊吼。你明日之前的时阵，你咧比赛啊无？冇，我先比赛啦。伊先过啦，歹势啊，输这啦输这。但是伊靠我礼拜咱公司，所以伊礼拜时阵一开始无接受到的时阵。嘛是感觉讲，敢会是一个较无好到底，因为看起女神拢安尼啦，因为有淡薄仔距离感呢，所以开始接受了后就无，真正是一个，真正是一个傻大姐，傻大姐啦，傻大姐就是个性真好啊，咱嘛真有话题。我会其实因为咱算是有合作过一个podcast。哦，对，袂记这样呢。我会记得。啊，你要傻大姐。对，这个是伊最好找这个代志啊，咱有当初是咱拢有伫咧节目咧开讲安尼。其实，迄当阵迄年啊，因为咱迄个节目算做一年一档安尼啊，所以讲过程当中咱嘛算是培养一寡默契安尼啊。嘛是因为安尼，后来咱嘛有一寡即个音乐上的即个合作，系啊。伟忠头拄仔咧讲呐，庭云。就介意叶文洁的歌，啊，若家珍发展到即嘛，你敢有讲倒一个前辈，你较想要向伊来学习，行伊的路线？江辉，因为江辉是我细汉就听伊的歌，啊，我其实我一开始学台语嘛，伊的歌我几乎讲听过啊。这是真的，因为比赛就是江辉学一个歌曲，真正是咱。不管是查甫查某咧听歌咧学歌，拢一定爱听。但是我感觉吼，伊应该是有加迄另外一个亚文。曹亚文。曹亚文的歌。因为我感觉亚文呢，伊嘛是真有一寡写词的迄个概念啊，伊的写歌、写词、写曲嘛，拢写得真好啊。因为我感觉家庭即摆的即个台语歌的发展啊，我感觉讲，可能。亚文的这个方向，伊嘛真适合安尼。做音嘛，上重要就是透过歌曲去抚慰大众的心灵嘛，安慰他们，给他们一个镇定剂，跟他们可能拄到人生的低潮的时阵，会当听到我的歌，一点点仔安慰，我就感觉真欢喜啊！迄是我觉得做创作者、做歌手最大的一个使命。成就啦，嘛是一种成就。用歌声、用作品来安慰、支持咱疼惜咱的人，因的心肝。我相信家珍所讲这话，嘛是伟忠一直要做的目标。是，今日伟忠专工来，真感谢，啊嘛我邀请，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印一个，阮对你表达幸福的手印。好，伟忠请。伟忠，咱加坐，请坐。嘿。感谢伟忠，感谢家珍来开讲。阮这实在人讲实在话，我写的歌词拢较土，毋捌发表的。原来甲钓头菜有牵连。我讲吼，摇啊摇，大司机嘛，就爱唱好笑。摇啊摇，后一期头菜就会着。未来成功就在眼前。感谢家珍，感谢伟忠。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我这条毋捌发表过，搁毋捌人发表，但阮这我头拄仔咧讲。